大家好，我係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。香港人生活壓力咁大，有時太忙會失去咗向目標前進嘅初心。手機用得耐都要充電啦。其實大家嘅心靈都係一樣。好多謝嚟自新加坡嘅 OCBC 邀請我嚟製作呢個聲音故事。跟住落嚟嘅幾分鐘，我會透過以前喺片場嘅經歷，分享自己嘅故事，為大家嘅心靈充電。我嘅打氣故仔有啲難以開口，係一個關於我入行初期嘅時候俾人炒魷魚嘅事件。諗起都有種身處地獄嘅感覺，但而家睇返又覺得都幾勵志。話說我當時人工係月薪5000蚊，請我嘅大前輩同我講，佢原本咧就冇義務要請我嘅，依家咧就俾個 offer 我收錢學嘢，叫我好好珍惜。我當時以為電影行業人工咁低啊係常態嚟嘅，肯入行嘅都係有心想追求電影夢，拍自己理想嘅作品。不過既然可以接近電影，就做咗先算。結果係原來工時都幾長，日頭返完工，夜晚咧就要返屋企繼續做，有時瞓得3-4個鐘，第二朝又返公司。我咧就係咁樣生活咗幾個月。去到現場拍攝期間，除咗我本來嘅工作，仲有喺現場要負責做場記，做某個前輩嘅助手，同埋拍攝幕後花絮影片，一共係4個職位嘅工作。我咧就好好彩地加咗人工係500蚊，而睡眠時間咧就減到每日半個鐘頭至2個鐘。如是者過咗幾個月，就終於都出事啦。話說有一日咧，請我嗰位大前輩咧就揾我，同時另一位主管喺知情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叫我做咗佢嘅嘢先。咁當晚咧，大前輩就當然發晒火啦，就叫埋嗰個主管嚟對質。結果主管就話我之前同佢交代得唔清楚，唔知道原來咁嚴重。咁我當時心諗，其實我都攰啦，不如俾自己休息下。再咁做落去，我真係擔心自己命都冇。咁於是我就冇解釋咁多，我話完全係我嘅錯。然後大前輩開口話炒人嗰句說話都未講完，我就馬上回答 OK， 咁我而家即刻執嘢走，翻屋企瞓覺，係咁先。咁事後我當然非常之傷心啦，難得咧可以跟現場拍攝，結果咧就分手收場。但係之後咧都感受到人性嘅光輝，原來有其他部門主管都分別幫我求情，咁就話我雖然新仔一名，不過都幾做得嘢，又好似幾捱得咁。甚至話翻俾我聽，我走咗之後呢，佢哋就唔夠人手，要請翻啲人呢去填補我本身做嘅4個職位。咁而大前輩就當然冇請翻我啦，詳細我就唔講咁多啦。咁而對我嚟講呢，呢件事最大嘅意義呢，就係之後我做任何電影，我都唔再覺得好辛苦啊。當時人工低，休息少，現場氣氛呢亦都非常之差，鬧嚟鬧去，各方做嘢呢都因為壓力太大，驚俾人鬧，而唔敢講出對件事好嘅真話，以至到我有機會拍電影嘅時候，我採取咗一個完全唔同嘅方式去拍攝，因為我唔相信咁樣鬧嚟鬧去件事就會好。我中意安靜咁拍攝，我想證明拍攝唔一定要喺高壓嘅環境之下完成。我想成為一個可以聽到真話嘅導演。我唔會話自己拍得好，不過我嘅心情咧一定係比當年好嘅。而家嘅電影業雖然工時都好長，不過大家可以放心，唔再係好似當年咁苛刻嘅。我自己亦都唔想再有人經歷當時嘅狀況。其實留喺呢行努力追夢嘅人都好用心做好每一幕。感動嘅係好多當年同我一齊出道嘅人，成為咗主管之後，亦都不約而同好有心咁創造出一個更好嘅拍攝環境。因為大家都覺得只有咁樣電影先至有可能會有未來。咁喺我做電影嘅時候，有經歷過比較辛苦嘅事，不過咧亦都遇到好好嘅前輩，俾我好多鼓勵。咁講完啲衰嘢，我又講一下一啲我遇到嘅好事啦。咁無論咧作為導演、編劇定係剪接啦，啲創作者們咧都會經常自我懷疑噶。咁究竟我係一個熱愛電影嘅戲迷，定係真係適合做創作者呢？咁我自己都唔例外。而呢個問題咧係直接影響我自己咧有冇動力作為電影人做落去。咁曾經咧有2位導演前輩嘅說話，就對於我決定成為創作者咧就有非常之關鍵嘅影響。第一位導演咧就問過我嘅，阿卓，咁我睇過你拍嘅畢業短片，咁啊好明顯你中意拍嘢嘅喎，咁點解你仲唔衝去做導演呢？咁樣，咁我就話啦，我覺得自己未 ready 喎。咁之後呢位導演就講咗一句，
佢就話冇 ready 呢樣嘢㗎，卓，你要拍咗先知㗎嘛。咁又係呢位導演前輩拍電影之前都冇接觸過相關嘅題材。如果佢將心神都用晒喺思考自己 ready 唔 ready 嘅話，佢就唔會拍到電影作品出嚟，亦都唔會有今日嘅成就。而另一位導演前輩咧，就喺好多年前咧更加直接咁講，佢就話啦：阿卓，咁未來嘅香港電影咧就係靠你㗎啦。咁樣，咁我就話嚇，我何德何能啊？咁導演就話啦：你咧唔單止咧要話俾自己聽你有才能，仲要諗辦法咧打低你所有嘅前輩，包括我啊咁樣。咁結果咧，兩位前輩嘅説話咧，我記到今日。每次自我懷疑 ready 唔 ready 嗰陣咧，我咧就帶住一個冒險精神同埋好奇心，就夾硬闖過去。咁拍攝嗰陣咧，我就同自己講，唔好輕易放過每一個鏡頭，唔好令自己同埋一班前輩失望。呢啲前輩們大可以俾我呢個熱衷電影嘅死僆仔咧就自生自滅嘅。咁但係佢哋冇啊，反而俾咗最真誠、最用心嘅建議。咁呢個咧就係發生喺我身上一個用心幫有心人嘅例子。我咧係一個非常之幸運嘅人，因為有時候咧有心人唔一定遇上用心人。咁我喺呢度咧都祝福大家咧都能夠遇上用心人。我係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，咁多謝大家聽我嘅聲音故事，祝福大家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